后来下电临时，南投县的议长何信峰退党了后，第二个退党要来挺郭台铭的议长。讲这国民党内要参选立委的一寡家仔囝，纷纷来投靠着郭台铭，冲击着国民党的选情。学者认为，国民党的内部应该都爱做好着危机的处理，爱做好着停损点。也若无，这个骨牌的效应若持续来扩大，到时阵好友谊恐惊会去互气爆。中华县议长谢展霖今仔日半暝仔伫民车顶悬宣布退出国民党，小挺红海创办人的郭台铭，大大影响着国民党的选情。今年5月，国民党这个南投县议长何信峰嘛是退党，讲无党的身份较好推动南投县的建设。连续第二个国民党的议长退党，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警示。郭台铭非常想要完成他的总统梦，所以在这种非常混沌的情况之下，就让支持泛蓝的或者是在野的这些政治人物也好，或者民众来产生的焦虑感，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中常委周明勇进前嘛表态，若是郭台铭出来选，也不会走行程，就算退党嘛无问题。学者认为，若是无将泛蓝阵营的焦虑处理好好，乃引发着骨牌效应，对手的实力若是大大变强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更有可能会红气爆。一路骨牌效应的最后的结果，可能就造成支持国民党或者支持侯友宜的人数会下降。那当郭台铭的实力上来，或者当柯的实力上来之后，那最后产生弃保的结果，可能就会让侯友宜变成边陲而被弃保。郭台铭参民众党的主席郭文铁前后来到中华宝岛的定安宫拜庙，找找地方人士的支持，车边意思看起来是真高。谢展霖拢陪伫身躯边，营造跨党合作的空间。选情南洋的家仔囝动作遮尔多，泛蓝的阵营拢在关心国民党的内部是不是会当有共识，将危机的处理做好好，设下停损点，互退党所造成的冲击降到上低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